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推介一個獨家筍盤興順廣場，帶大家睇下以下嘅資訊。興順廣場位於區內嘅重點街道，長沙灣道人流極旺，距離荔枝角站只需約2分鐘步程，有多條巴士及小巴線，連接港九各區。大廈為名牌發展商，一經於2011年興建嘅現代化建築，用料優質，設計時尚及商廈高質素嘅用料，大廈設備完善。跟住帶大家睇下興順廣場全層單位內部嘅間隔及裝修。全層約7757平方尺，間隔靈活實用，同埋實用率高。樓底更高達4.2米，空間感倍增。可迎合唔同用家嘅需要，單位潛力無限。同埋單位每邊都360度嘅開揚景觀，光線充足。